以后你不用去上班了，我打麻将养你。别看我一天一样事不做，游手好闲的，但是你要相信我的运气，我打麻将的技术还是可以的。只要你跟着我，我保证让你吃香的吃辣的，养家糊口这块绝对没有问题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这个婚到底什么时候离？你又发什么神经？谁要跟你离婚啊？你不离的话，霸道总裁怎么有机会爱上我？又犯病了是吧？离婚了两孩子咋办？只要你肯离，帅气多金的大总裁指定会。洗脚了没有？大半夜的洗什么脚？不洗脚你就不要上床睡觉。啰里啰嗦的，非要让我去洗脚。你洗脚怎么洗了1个多小时，还没洗好吗？快了，还有最后一个项目就洗好了。你大爷的！你怎么